喂，街坊而家咩年代啊？竟然仲有84方做到4房嘅精裝現樓單位，而且仲係俾我揾到添，喺中山嘅市中心呢一度啊！呢一個就係84方嘅4房啦。首先門口入嚟嘅第一個房間就係開發商送俾你嘅一個四四正正嘅大房間，而且呢一條走廊睇下有幾長，小朋友喺度踩單車都冇問題啊！鞋櫃都可以做好晒俾你嘅。呢一個餐客廳一睇3.6米嘅開間，喺露台嘅位置，首先你亦都可以見到我哋第二個贈送嘅一個陽光房啦，同埋我哋嘅露台咧係睇住我哋一個一覽無遺嘅釣蝦場，視野非常之開闊嘅。到我哋嘅一個 L 型廚房3件套標準都係送埋俾你嘅，而且呢一個生活露台可以擺洗衣機同埋晾衫，再都唔使喺主露台晾衫咁肉酸啦。嚟到我哋嘅休息空間就係我哋嘅方方正正一樣大細嘅2個房間，呢一邊你可以做翻你嘅兒童房啦，呢一邊又可以做翻你嘅一個主人房嘅，咁就係共用同一個洗手間嘅，四四正正2+2房，總價79萬，人揀，今個月買，下個月就可以入住啦。首期只需要12萬，月供2、3千蚊，有興趣街坊嗱嗱 WhatsApp 我睇樓啦。